為了台南捷運新立線的規劃，議員陳坤和曾經在高雄區的工作報告有6處擁有建言。上午總日順已再次批評現況也是東客南輕客北，要求嘉義到麻豆、客家到新營的先進捷運路網一定要做，臨時客南原府城的民眾優先。會中公了單位強調產業在倒，交通嘛要在倒，也無台南將失去整體競爭力，嘛失去區域平衡發展的機會。你就把我們台南市做先進捷運系統，先做這一條。我嘉義去麻豆，我客家去到新營，我們橫着走。因為啥？我不用跑到太保，我不用跑去沙崙了。但是呢，整個動線就活起來了。你產業在這邊，你的交通呢？你的交通能夠跟高雄比嗎？你新建這個經濟在府城優先呢，不是這個經濟是建制在台南的整體競爭力。是，台南整個產業中心在我們台南，在哪裡？沙崙。所以你要把沙崙的整個交通先做往嘉義自然它會往北去接台中，我們會往那個。是，所以我們就是先完成了南半，先完成什麼？沙崙到沒有啊？你要先完成我們其他的捷運系統。是啊，所以南科再往北，你只有做到善化，你做到善化是邊緣呢。善化是在我們是從南科進到善化，你靠近那個聽不過，你靠近那個聽不過來回。今年最重要，就台南市本身個金融發展呢。是，所以金融發展你做到誰來衝啊？你點去啊？你這啊？議員去不破甲交通局長溝通，但是伊的見解無被採納。伊強調伊的主張有幫助整個科技產業環境平衡區域發展，讓台南成為南部上重要的高科技產業核心。台南新聞管制林英光採訪報道。